讲到种花甜米，芦苇面多花。甜米香是台湾清早大量种花的蔬菜，上万的人口有一半国家是种花使用的，也算开苗普来落实的。也上万商人当中，也有一半国家是行人哦，家家都是对广东牛品来的，唔孤单单日本好多人同花的。甜米上做种青多的是菊花，主要外销日本。唔过，里面受到其他国家的竞争，菊花产业受到过大的冲击。花农是有想其他的办法，以为多些嘢脱体唔种嘅，以为如果种其他的花。带大家看下来认识一个花的故乡甜米，韩国也家嘅嘢客家故事。落雪如此世界，地强如强烈嘅街路行，起来如燃茶。了为系天梅上界公路发展，未系依靠一道天梅，天出为是老了嘅素材。咱去堵住300啷件让你点么？无论系做卖花、卖盆栽，也系做让你重建，对到了为乜嘅堵住？无论是政府的标案，还是讲咱所有的事业体的建筑公司的总评的，还是讲所有的立面化工程，拢完全专线住宅，还是讲花树啊，咱也是专线的集散地。不过，出太两条发展公路，面对天梅，肯定安动乜解？秋天嘅丁阿么，日头转凉嘞，用苗头先嘅充电板，村民伫个大嘴鼓，也会系在无论嘅公林桥，主要不是上山回帮。公林桥不单系修补嘅家苗，帮每贵建造古苗，变做提供信用中心。美军为安样做得清楚嘅发现到，苗片两片系是半应家嘅房屋，还那修补人都竟还带地了工艺的。大概在200-300年前吧，因为像我是在这边长大，是第34的这个算后代，那应该是在24世那一代的就已经从这个大陆过来。原先是邱氏家庙，他们是供奉的是那个金山国王，就俗称的大王。这个明山国王跟独山国王是由姓黄的跟姓林的他们家庙之中请过来到这个广宁宫一同接受这个信众的参拜。种法系推翻后落下主要分布嘅素材，来到天梅乡对回凤、柳凤、鸟皮也就村娘出地的天梅行业扩散大那个历史。还那对形容方面，除了政府论嘅公林桥、回凤陪林桥、后顺朝天桥两道，每都有摆上山回帮。就是因为这个联谊会成立之后，大家就是行根慢慢逐渐知道自己以前也都是客家人，就开始回想起以前做柜这个农具在还有这个家里面的称谓原来这客家人就是这种叫法，所以说这是我们开始去寻找这个以前我们是被同化之前的这个客家渊源。行业的种法品种开发接近200-300年，更如落雪。天梅嘅花卉产业发展了后，移动以未开始来种法。明天共是5点，天都忙工，房奴已经伫染都做事。我们说习惯性的比较早一点来剪比较凉不然呢夏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就很热了。有些人台湾菊花主要系种地南北，种落去还会用天火照2张叶，来老嘅光棒冲，4张叶过后长就好熬。夏天都3个多月，快将近4个月了。要种这么久？对啊，要种那么久所以你要很大的土地来那个你说剪一剪下次换别的再来剪这样子。
临时6、20年前转到家乡种法，7、8分天就下去种菊花，只为系种地脑背，受到天气变化让乡青苔。当然辛苦哦，没有那个国定假日什么的啊，都是自己的工作啊，所以也很辛苦了。哎呀，也要靠天吃饭呐、像下雨天呐、什么的哦，你就很台风天呐、什么。不过花农心情未当矛盾，一方面希望风调雨顺，花的品质掌握问题。不过产量日多出卖冇价，从第二波个受到风采影响，虽然产量少睇日半下价，不过含有花豪宅嘅花农，出卖嘢到以后价，日收贵达卖嘢到贵8个元。天梅因讲系花嘅故乡，但系台湾最早种花嘅蔬菜。花农伫花丛度来来去去前冇限，花果同囡仔眼果强强会看唔到咧。虽然种花为当年许多染度之理，不过安因为辛苦系要推介嘅。差不多60年都开始进步去了，啊，好多大概70，差不多70、20年，含一号种菜啦，种无诶。嗰條賣冇食，啊都全部進貴咗去種花，種嘅2年咧，後尾種嘅人種較多咧，種2年咧都起步啊，啊買田啊。即收平平若好價啊，是問題，收到菜較無，菜較。所以你30幾年，你當時有真濟人甲你同款？有啊，攏嘛專種菜，攏種到一個，阮差不多種會足少，啊尾啊才到家己放過。78歲嘅林聰志本單咪係種菜，32歲開始轉種花。佢講從兩下嘅事來看，簡單舒適，強壯日分體，冇出本錢，10天大概是會到2萬元，係那種花平均是會到6、7萬元，下好嘅有19萬好收，比10天好加價倍。不過投資嘅時間、成本還有風險，唔是講未相對係那個。因為受到台風的影響，它變成說怕下雨下太多天，那太陽再照下去的話，它就會變成沒辦法支撐下去，就會死掉了。介紹有當啊若排真排啦，有當啊吼無人愛拖去市場剁掉嘛會啦，啊去攏嫌成本嘛無安尼啦，咱個價值嫌傷啊無退轉，花嘛無退轉來啊。啊，唔做白了工，白了工的啦。早期花農都係高本花商去賣，假使確地反能受挑行，為到求取老花農服務。民國83年，中華人花卉生產合作社喺天梅成立販賣市場，係台北變更花市過後，台灣第一家花卉販賣市場。我們彰化縣是全國50%的花都在彰化縣，而田尾地區就是70%、80%都是在田尾地區彰化縣所產的花。所以說有愛我們這邊花農，就是說要花要送到那麼遠去拍賣，不如我們自己來成立一個批發市場，來做一個拍賣的業務這樣子。還沒有成立拍賣市場之前，是因為它那價錢都是因為都給那個花商他在那邊控制的，或者說他認為今天多少。他認為可以給你多少錢，他就會給你多少價格，這比較沒有透明化。天梅花嘅販賣市場由全國體制圖從荷蘭花卉市場嘅田農販賣組，透過公開告知保障花農權益。喺那兩下台北、台中、台南、老高雄未都有花卉販賣市場，不過都為採度適度，是就種花天梅兩位係唯一嘅3體系販賣市場。我們最主要的優勢就是花農是我們的最大的一個靠山，哦，然後是說我們這邊有很好品質的花，我們又可以快速集中，然後品質又可以保證的時候，其實在這個市場可以買到最新鮮、就品質保證的花。也係做登記嘅花農除咗4、5千計，除了種花推種之外，連竹林、嘉義、台南，也係高雄老屏東地區嘅花農，都為老花送到兩類販賣。當日進貨量投入6000件，多到台面，當日會處理1萬到1萬5000件的花。我們提供每天的資訊給他們，提供1年度的資訊給他們，他們會來市場做一個交流的時候，我們會告訴他說：現在目前市場愛是啥物件，你可能愛去改變啥物件。
透过贩卖市场嘅高级平台，连接生产者、老消费者，主导消费资讯。法农为中期度种卖后每周经济随时做调整。早至北控今年农业统计年报，10年前台湾缺乏种类之1000控91公顷安度，到去年增长728公顷，少了3公日。不过，了728公顷当中，就690公顷地种发展，其他95安度。种法还係台灣缺乏嘅重要生產基地。不過實際後，已經有見來見到嘅農民關注其他法。切花这个区块用的部分是局限在喜丧的场合用的比较多，然后国人在就是每日的一个消费习惯还没有到达普及的时候，喜丧这个场合的宴会的一个用花的状况会改变到我们的市场的形态，会改变到我们生产的形态。所以说，之前我们花农在种植的时候，都是单纯只有种我的种姜啊或者种姜花，但是现在不同款，现在有当时会被其他会取代的时候，他就会去思考，我是不是要来种非洲菊的，我是不是要种洋桔梗的。早期天媒体去嘅農民就哋講都係種缺乏嘅，民國59年設立缺乏專業期，61年開始外銷日本，為台灣傳嚟台北嘅外匯，包圍東南亞、中國、和韓國了啲蔬菜嘅花卉產業發展起來，未影響到台灣法農。即擺一年攏差20外貴爾，好貴嘅，逐擺攏銷40-50貴嘅。較早嘿。就一半較早。較早攏銷日本好，少日本甲咱買足濟。本來一年啊，有幾千萬幾個菊花銷到日本去啊，背面都經銷嘅，還銷到日本去，因啊，外國嘅一多啦，外國嘅銷到日本去，大家有競爭啦，競爭嘅人就冇競爭，因為人工貴啊，成本也貴啊。為到為老法農解決問題，和提高台灣法嘅競爭力，中法染花卉生產合作社91年開始持牌外銷，佢哋攞種花品質問題嘅農民開走，還賣嚟浪蔥、老包種2-10批，成為種罕那長調嘅品質來開發外銷市場。直接送到我們的外銷包裝處理廠，直接做包裝生鮮的一個品質保裝的處理。然後我們直接專櫃海運送到日本去做一個拍賣動作。經過這幾年的一個發展之後，我們原本單純的從出口我們田尾地區的菊花，然後我們就發展到洋桔梗。種嘅花多種類，唔過台灣花為了配合國家競爭，國民會認為其實生產鴉片會面對罕那大嘅挑戰。目前我們台灣很少有人去研發種苗這一塊。種苗都是國外進口的，然後也有花農自己去栽培，然後甚至切花來講的話，他們有一些花是如果進口的話有一個專利的問題，那專利問題就是要跟花農要跟貿易商有一個買一個專利權的問題。台灣底下除了福特蘭是加入嘅品種當道之外，其他花品種大體為日式進口。法農提倡會得到授權，香港納品種權利金賺足得，未增加了生產成本。台灣就其這裡嘅使用品種有限，為老人病，為罕那出現嘅研發出設計品種加強技術，就唔會下下為商業限制，未加入催條，提升競爭力。市場經變，消費市場經變，香港貸款金建議唔好，唔係明顯必需品嘅花。連帶從唔係提出外賣，農民嘅腳步會太難挑戰賺做得。天媒台灣花嘅發言體，從天日入精彩嘅花卉產業發展史，兩大土地行嘅行業，罕那係倆發展史嘅見證者。